呀，去想吧。但你年轻人嘛，拉萨设计的，今那年想他建议吧嘛，这你那这位人个有更多是个产业去的，但是阿去想吧，就年轻人嘛，拉萨了用的哪些个这种东，嘛这个可有个时间，你都说错进来个。还真是不大。呀，真的，真不是不的。但是就没啥个年轻人嘛，拉萨了用这个电动车做进。做大的，他是个从那干了，跟那从那些就肯定我认啊。哦，高速大运呢，去阿个想把在那成都那一种钱呢，日动时候有的必须个从里把改装汽修的人把嘛在大东跑上之后，要么白么从嘛个从开汽修的时候呢，现这个电把人都。没得，都在我这。